为着要迎接2月10号的开学，市长会特伫咧10号日头早就来到麻豆国小来协助学校开学进前的防疫准备的状况。市长表示，虽然台南市确诊的个案是6度上加，但是嘛是要保持着认真的态度，守护好校园的防疫安全。市长特别搁指派环保单位伫咧开学进前完成所有校园外口的环。那基本上我们台南市的老师，99%到是8以上都已经打完2剂，那也很多都已经打完第3剂了。所以说，我相信要提供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给我们的小朋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因为12岁以下的孩子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打疫苗，所以呢，我们特别的着重在国小这个阶段。那至于国中、高中的部分，当然是非常重要。那所以希望说这波当然最重要的希望这波的疫情不要能够退散，不要再继续扩大。那在台南市的部分，大家能够守得住。目前为止，我们不要再让有新的确诊者发生，但是也要有赖于所有的老师、跟孩子、跟同学、家长，大家一起齐心努力，才能守护校园。台南市已经做好开学的准备，学校的老师嘛为着要配合防疫，提早回来到学校来加强各项的防疫措施。感谢老师为学生的健康和安全来全力守护，让家长会当安心送学生来学校上课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